好，跟讲讲说，比心的。
中华民国107年7月份起会班，班开始向基达模型3几公里前倒1几公，再几公，3几公，坤到1几公，再几公，3几公，恭请负责人慈悲。 恭请负责人慈悲，前到1几公，坤到1几公，负责人早安。负责人早安。各位前贤，请坐下。对，真没事。各位主任，我们的主席，我们的副理任各位处长，各位先大家早安。负责人早安。真欢喜，时间非常健康，因为是礼拜本来，所以一个月一次，这个休班，当然这是一个真难得，真舒适。那当然休班的定义，就是要甲咱设定咱的信心，互咱的领导，咱的烦恼，互咱的是非，互咱的对立，会当无去。因为咱人的烦恼，咱人的是非，咱人的痛苦，拢是来源于无明而产生。无明而产生，什么叫无明呢？就是讲，咱对真理不了解，理事上大家计较，理事上大家比较，送对，送唔对，送对，较送唔对。所以伫这当中产生了大家会修正，会争取，会博取，到尾产生了足济咱不应该做事的烦恼。这叫做业。所以咱们除了讲反倒过去，唯有业随性。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心，咱的心中，心，咱拢排除的业，咱拢唔通放弃，咱拢放袂去。现在咱唔通放弃，咱放袂去，咱有条条。这物件是我的，这个物件是你的，这个物件是安怎。刚才讲嘅叫做自私，迄个私的心理，迄个私若起来，迄个公就无去，迄个公叫做公心不起。其实，咱想看下，伫咱修烦恼内底当中，烦恼拢对对来，烦恼拢对私心来，拢对计较来，拢对比较来，拢对争取来，拢是拔出来。我唔同款，拢是即个物件造成。所以因此，咱伫修烦恼。可能修就是修心，办就是真心，想就是有心，修就是修这个心，就是要咱这个心会当乖乖，会当听咱的话。按照这个心会当乖乖，咱的心这个心袂乖，就是我唔共款。我这个心袂乖，就是呐，你会产生了你的愤怒，会愤慨，会愤怒。所以会愤怒、会愤慨，造成了咱后壁足济无法度去修心的代志。我今日会早听我看电视，我电视台电视台一个报道，伊讲一个少年仔，一个少年仔，伊一个女朋友16岁，甲伊做女朋友还没经过3年，这个女朋友要去医院拔针医院办来人就对啦所以伊这男朋友怎去甲伊招伊两个朋友怎去甲伊的情谊甲掠来？掠来哪？掠来我有心在放苗栗，苗栗怎讲讲死，怎跑死，怎迄伫迄个苗栗的黄花内底，可能今日咱可以看到这道新闻，咱肯定有了解这个消息。咱个看下，一个20多岁的少年仔，
无三个少年家，安尼未来太甲变甲公司，身体健康变甲拍死，你甲看，是安怎伊太做成这个残忍的代志？当了着虽是这个查甫情敌已经叫拍死，但是这三个凶手敢无代志？那你中国大陆这三个凶手，这三个凶手最起码要是判死刑。但是伫咱台湾的这个法律的内底当中，只要免死刑、免死刑，我相信会判无期徒刑，处罚会无期徒刑，上悬的这个改革。但是无论你是判死刑也好，你是判无期徒刑也好，伊这个人生敢是无有命？咱知影，你饲一个囡仔，较简单，咱做父母的人，下咧拼，要拼啦，要拼好一个传宗接代的。要拼好一个后生仔，拢有这个观念，一直要拼。但是拼到尾啊，20外岁啊，对1岁起到20外岁啊，一开始啊，那安尼当中呢，咱是迄个囡仔，咱就想讲出，啊，我若知会，啊，我就叫他第2死。伊若会知影安尼啊，迄个会知影袂知影，迄毋是咱会知影的物件，因为嘛毋是伊要安尼做，但是伊都毋甘愿，是安怎？因为今日我这个我经过3年外，你都是搞别人，迄个错他迄错心啊，我毋甘愿，我袂接受，啊袂接受就是安怎？伊不忠，啊义不休，啊3种就叫二死，伊不忠，啊义不休，太难死，敢是安尼？但是他死会煞袂，袂煞，所以因此今日咱你无有个理性，无有个地位。那我此事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你今日无爱看，啊相信嘛，啊都有别人会爱看。我今日袂当传着你，我相信嘛，啊有别人会去传别人，敢是安尼？但是何必今日甲太难死？我相信咱人拢是做过后，但是做过后当然后悔。当伊要做的时阵，也过袂；当伊要做的时阵，拢无考虑到后面代志。讲伊做出来了后，开始有方便对你来的时阵，伊就开始咧走路就开始咧后悔。但是，咱要走路进步路伊当初，什么原因？就是我迄个心，今日就是这个心负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心上重视，是安怎上重视？因为这个心的色，地这个色上贵。我想讲。咱修一世人修袂好势，就是讲这个色，这个知识伤强，我毋甘愿，我袂接受。而且我讲就是多数，我会记住伫网络这里面传是多数。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做颜回，应该咱嘛知影。那含一个生理人，迄个生理人一句话就讲：323，323有无？我323。但是孔子的弟子颜回。当然，伊是定出过啦。伊是讲324，写到323，但是迄个生理人坚持323。我问咱各位，323、324？24。324啊，吼。不然，孔子毋过是咱当时孔子嘛认同323呢，所以咧当中，因两个那安尼咱两个相争。咱无法老输，那我323毋对，我甘愿接头去倒来。但是因为孔子的弟子，伊讲我若324毋对，我甘愿即顶官帽为踩起来，冠帽，即顶官帽为踩起来就对啦。所以两个人就去问孔子，老师啊，是323对还是324对？孔子听暗了，323对啦，恁哪拢对？按照孔子的老言论，头迄个时阵，你是一个知行贤术，的时阵啊，讲这毋对答案，但孔子嘛讲323。颜回你这想要，因为颜回一落来，就袂含恁老师拄仔出来一句去。人颜回性格是足好，伊无含恁老师出来一句去。但是虽然无含你一句来一句去，但是心要甘愿咯，心嘛毋甘愿，而且心毋甘愿，因为明明
324，因为323，好，因为包括方法的，特别的研究控制啊，一个人病有旁边这个吼，受到可能到吼颠倒啦，这项这吼手也无啥好，但是方法的研究控制的时阵，控制甲讲有话，伊讲千里高手梦中心。失人避名红人手，伊讲千里高手梦中心，这第一句，第二句，失人不明梦中手，别人手就对啦。所以迄个时阵，咱如果听这项句，下日行到半晡时阵，我一丛高树，我咧落雨，高树就大丛，就好面来。迄阵高树咧咧看看，阮老师有讲一句讲，千里高手梦中心，若安尼，我比我才嘛有险咧。所以你单位迄时阵听老师句话，我梦中心讲出来。迄个落雨当中，我等一个册字，怎对迄丛小学嘣一下，我做2秒，人家就我比着这我4秒秒，我挑，单位看着。阮老师来讲描述如神啊！那安尼，阮老师讲的第一句话已经应验了就对啦。那安尼，阮老师讲应验。咱袂咧等到厝的时阵，因为半暝，过去咧想盖刀，有时盖刀啊，阮边仔是盖刀，但是当中入到厝，我唔知道是咩啦，因为。甚至我袂记得我太太发出问题，迄阵迄个武平掠起，以前盖刀掠起就怎啊放大，天天就怎啊拆落去。阮老师讲第二句，伊讲失人避名梦中手，要杀人你无明以前你咪才动手咧，先了解我详细。我大家伙看到伊一个小妹，含因太太伫遐咧。看者真正阮老师描述如神。今日阮老师若无甲分析有话，阮太太甲我这个小妹就死于我这个道下。伊现在小妹在做伙，当时春秋战国时代，迄个贼仔诚济，但是厝若无一个查某人，有阵时会贼仔会找着这个机会，去偷人命。因厝当中因为伊的门床头。甲下一双查某的鞋啊，甲上查某的鞋，迄个只招价议价只只就只，就讲就这个字，查他讲，阮老，阮有一个查某人伫内底咧做，所以迄个时阵，单位就非常的感动，因老师了事不行，咱就得先得来，要甲老师带来带太太要甲老师感恩因老师。以为就是甲伊往装备高手内底，我若装备高手，我就袂当跟高手。第二，我当高手的时阵，若是阮老师讲，失人避名梦中手，因为我要害，我无了解以前救命的观念，我袂使进倒袂使出来。所以当中，阮老师救阮一家，他们太太两个人带去，要甲迄个空军感谢。讲你是来创啊，就要来甲老师去感谢，因为你老师救着阮这条生命，可老师就笑笑。伊讲，你对的时阵，你要对的时阵，我就知影你一个面真无好看，就知影你的心内面怎么看。但是，我嘛讲323，这个观念，你会知影。那323唔对，伊是你个头爱好你。你324若对，你是即个方法菜落来尔。那安尼当中，迄个方法较重要，即个头较重要。所以迄个时阵，咱就讲，阮老师确实因格局是真大，因为宁可救这人的性命，因为伊把这人的性命保护去，伊甲阮讲323。安尼同意323的324。
323。323哦，有一条性命323，所以伊方便菜的呢。所以这就是咱性命的格局，咱性命的发展。咱各位前面，我都目前的一个事情。如果今日若一个323到324，你要接受323无？我相信讲这甲死你嘛无要接受，因为安尼讲，我唔甘愿。明明324是安怎你讲323，啊无302啥？但是你问题啊啦，无上间就讲因老师说的就算了，敢是安尼？咱修道就是修一个较吞落去安尼尔，修道是修一个较接受的安尼尔。今日迄个当中，咱就较接受的代志拢紧。今日咱就无接受的这代志，这毋是安尼讲的。咱各位，我拄则咧讲迄件代志，迄年轻，如果今日若接受落去，迄个情景、迄个情义啊，敢会叫台死？袂啦，20毛岁了叫台死，敢会安尼？对不啦？是啥物原因？因伊就吞袂落，伊就唔甘愿。人母之间，因的交来交去，飘来飘去，无代表是你的，无代表是伊的。唔通当做人母之间咧交就代表伊是我的。若今日我得袂着，无想要得着，即句话绝对毋通听咱大家想到。因为这少年人有这个心态，所以咱做事了，做者无法度修饰。伊今日发生这个代志，死者的爸母，你甲我有看我有？甚至今日这3个少年家的爸母有好过伊如无？绝对拢无好过伊。所以希望讲今日会当透过伊修办道内底当中，互咱今日伫修道内底当中，咱地位当提升。简单讲起来，无论是死到鬼，一口气甲吞落去；无论是死到鬼，一口气甲吞落去，就无代志。一口气你若吞落去，安尼你代志就对啊。这是咱今日气氛班足重要一个课题，因为今日嘛非常难得，轮到咱。咱张老师，当然咱詹硕这本书啊，咱知影个道行真好，咱嘛对嘛无陌生啦一世人来修办道，把你的查某囝，带入道场来阿三带入道场，因妈妈带入道场，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的优秀，嘛道行非常好，透过着这2点钟内底当中听伊的心得，嘛听伊甲咱做主意啦尽量毛拄拄啦袂使讲话毋讲话，因为班上上囝就是讲话，若要去别墅，招全面的个人嘅家己落啦，招厝边头尾就安尼啦伊招厝边头尾来养着咱整个班的迄个主席啦而且最后祝咱今日去班来圆满。咱的身体健康，咱的一切都顺利。好，谢谢各位，谢谢。大众点评。感谢目前慈悲全道提供，分道提供，在以热烈掌声感谢。下面我们邀请我们的真点燃师为。